国军要提升这北台湾的防空能力，和美国签约开249亿，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。第一套有机会在今年交会，按算2034年进前呢总来交会，包含着123粒中程空对空飞弹和雷达系统，未来会部署在上北地区。或者是分析讲，这防空系统呢会当反制中低空的威胁。 而且这雷达也会当掌握到中共的无人机，和爱国者飞弹来整合，强化着首都圈的防卫。台海持续不安，国防部昨日发布，查到32架次的中机，其中有22架次超过海峡中线，走来台湾北部西南空域，各中南8架，公务船1架，持续伫台海活动。另外，各2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北部空域。 面对中军加强台湾北部的情势恐吓，国军强化北台湾的防空战力。政府采购网吹则公布国标资讯，国军和美国签约，开249亿采购3套 NASAMS 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。NASAMS 系统跟陆射歼2系统都属于中低空的一个防空作战武器，那么两者的侦搜跟作战效能都各有范畴，负责防护重要的目标，可以相互搭配。 那么增加敌人反制的一个难度。国军买3套 NASAMS 系统，第一套上紧今年运交，预计2034年进前会全部拢运交，包括123粒精定型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，甲雷达的采购。NASAMS 系统会当搭载各式的防空飞弹，射程50公里，射宽14公里。利用地点伫台北上线新北淡水，代表未来的部署双北，提升首都的防空能力。 一个雷达 signal 里面，你知道里面有因为其他的 intelligence 里面有6架飞机 ，OK， 你就往上发，那这些飞弹在天上自己会去找目标吗？发生战乱了，我们的飞机上不了空了，对，它就装到陆地上装备，还是可以防空。我们不是只有单纯买它的一个飞弹，重点是雷达这一块。那透过雷达的话，我们现在对无人机最重要是一个锁定目标，是接近俄乌战场。当你听到无人机或发现无人机，可能火炮早就已经过来了，所以会变成我们要如何去提前发现无人机去进行一个应对。或者讲，NASAMS 系统甲爱国者飞弹拢是雷神公司的产品，未来会当整合运用。 展望未来 ，NASAMS 和国产的陆军剑利飞弹，反制中低空的威胁。按爱国者3型的飞弹，天宫3型飞弹，负责中高空战的防空重任，经过更加完整的防空黑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